下一個問題咧係會員 Wilson 問嘅，佢買咗 RUN 遇到政策嘅風險，咁一開盤咧就下調咗40%嘅，咁佢個心理受到影響啦，咁就一下子將一啲可能有下調嘅股票，包括咗 Tesla 同埋 APP 提早賣咗，因為佢唔想見到進一步嘅虧損。咁如果係咁樣嘅做法嘅話咧，有冇心理上有冇一啲改進嘅方法可以俾到佢？你記住呢個經驗先啦，呢個經驗係一個寶貴嘅經驗。其實之後呢，你總會經歷一次嘅。咁經歷完之後唔總結唔記住，之後會繼續重蹈覆轍啦。你呢一種嘅行為呢，就係好 emotional 嘅行為，就好似 Dave Ryan 所講啦。當你倒水嘅時候，你係將盆水啦同埋個 BB 一齊倒咗佢。你明明有啲股票係冇問題嘅，冇做錯任何嘢。喺冇做錯任何嘢嘅時候，你就因為你某隻股票輸多咗，於是乎你面對住個 account drawdown，跟住你有個心理壓力，然之後喺一啲股票冇話俾你聽佢有問題嘅情況下，你就掉埋走佢。其實呢就係個嬰兒嚟嘅，咁你呢就將 RUN 同洗兔水，你就一齊就掉咗出街。每個人都會做呢啲咁嘅傻事嘅，個個都經歷過呢啲嘢。你咪要練習咯，你咪要總結咯，你必須要將呢啲嘅經歷呢係總結咗落嚟啦，寫成為你嘅交易規條啦，或者寫一啲任何嘅法則，令到你唔會亂咁掉咗啲冇問題嘅嘢。